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機械人賽馬研究所，我係機械人。我哋嘅頻道目標係主要提供穩定性嘅貼士同埋所有嘅統計數據。我哋提供嘅所有貼士同埋資訊係完全免費嘅，麻煩大家幫忙按訂閱啦，撳埋隔籬嘅鐘仔，咁有新片咧就會馬上通知大家噶啦，咁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啦。賠率賽馬貼士第39個賽日，1月21日星期三，沙田嘅全天候賽道，賽事係9場，開跑時間係1845。以下呢個環節係今日所有非佔比項目嘅參考資料。第一場最高非佔比馬匹，12號快馬加鞭標籤小心，佔比14.33。第二匹5號機械騎士，佔比11.84。第二場最高非佔比馬匹，7號美麗歡聲，佔比12.41。第二匹6號肥仔精神，佔比10.92。第三場最高非佔比馬匹6號花果猴王，佔比16.06。第二匹10號伶俐標區標籤實力，佔比13。第四場最高非佔比馬匹3號太陽勇士標籤高基，佔比21.61。第五場最高非佔比馬匹1號旺旺家駒，佔比29.27。第二匹3號紅衣醒目標籤小心，佔比10.45。第六場最高非佔比馬匹6號年年有福，佔比11.39。第二匹13號一路歡騰標籤高基，佔比10.93。第三匹14號領創動力標籤馬膽，佔比10.93。第七場最高非佔比馬匹8號加州星馳，佔比15.18。第二匹6號考眼光標籤馬膽，佔比13.66。第八場最高非佔比馬匹4號風火輪，佔比14.42。第二匹3號得心之魚，佔比12.45。第三匹9號熾烈神驅標籤高基，佔比12.45。第九場最高非佔比馬匹9號紅海勁，佔比13.61。第二匹5號黃龍飛將標籤古惑，佔比12.37。前10最高非佔比嘅馬匹，第一場12號快馬加鞭，第三場6號花果猴王，第四場1號知足常樂，3號太陽勇士，5號精英雄心，6號新意馬。第五場1號旺旺家駒，第七場6號考眼光，8號加州星馳，第八場4號風火輪。以下嘅環節係今日最低非佔比嘅20匹馬匹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。以上最高非佔比嘅馬匹，第一場5號機械騎士，11號銀亮豪俠，第二場6號肥仔精神，12號紅旺繽紛，第三場10號伶俐標區標籤馬膽，11號起舞飛飛，第六場13號一路歡騰標籤高基，14號領創動力標籤馬膽，第七場4號開心宇宙，6號考眼光標籤馬膽。
第八場3號得心之遇，6號蒸蒸日上，12號穿甲戰鷹，標籤實力。第九場9號紅海徑，異常冷飛非佔比嘅馬匹。第一場4號智醒大將，第二場1號光輝歲月，標籤古惑；2號魔法速遞，標籤小心；10號幻影旋風，標籤古惑；第三場7號猛將興，標籤小心；第五場12號飛雲，標籤古惑；第六場10號精明選擇，11號風起雲湧，標籤小心；第七場11號午夜快車，標籤小心；第九場13號海明神驅，標籤小心。機械博覽區第一場10號魅力星，7號富貴區，3號勁進奔騰。第二場2號魔法速遞，標籤小心；11號上市魅力，10號幻影旋風，標籤古惑；第三場8號金多喜，標籤小心；7號猛將興，標籤小心；2號搖搖日上；第四場4號喜字寶；第五場12號飛雲，標籤古惑；4號運來五寶，標籤古惑；9號家家有福；第六場11號風起雲湧，標籤小心；7號八進笑聲；10號精明選擇；第七場11號午夜快車，標籤小心；13號巴閉佬，標籤古惑；9號風繼續吹；第八場4號風火輪；8號輕功猛男；1號精彩動力；第九場6號勁進飛翔，標籤直播；3號快路；9號紅海徑。機械人戰略特別馬膽區第六場14號領創動力，第七場6號考眼光，第四場6號新意馬。精選嘅單棍區第六場13號一路歡騰，12號和道威，第四場6號新意馬，2號華麗再勝，第三場10號伶俐標區，7號猛將興，2穿3嘅過關區，第八場9號熾烈神驅拖，4號風火輪，12號穿甲戰鷹，第九場4號不同世界拖，5號黃龍飛將，7號勁好運。特別行動主力心水，第四場3號太陽勇士拖，6號新意馬，2號華麗再勝，5號精英雄心，1拖2嘅重心區，第八場2號手到齊來拖，9號熾烈神驅，4號風火輪，第九場13號海明神驅拖，4號不同世界，5號黃龍飛將，1拖3嘅進取區，第四場5號精英雄心拖，6號新意馬，2號華麗再勝，4號喜字寶，第三場6號花果猴王拖，8號金多喜，7號猛將興，2號搖搖日上，1拖3嘅搏爆區，第八場4號風火輪拖，1號精彩動力，
8號輕功猛男，10號勝萬金。第一場12號快馬加鞭拖，10號魅力星，1號星之源，3號勁進奔騰。唉，開心嘅時間真係過得快。今日嘅賽馬貼士已經到咗尾聲啦，麻煩大家幫忙訂閱啦，撳埋隔籬嘅鐘仔，咁有新片呢就可以馬上通知你啦。咁就係對我哋嘅最大支持啦。如果未訂閱我哋嘅朋友仔呢，可以喺 YouTube 搜尋裏邊輸入機械人貼士，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影片噶啦。最後，如果你喜歡我哋嘅影片嘅話，咁麻煩點讚同埋分享俾你嘅馬迷朋友啊！多謝晒大家嘅收睇同埋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